百年茶园的故事，这是茶园第4代头家尤正福坚持无全农药种有机茶。本来老爸真反对，认为讲安尼影响到产量，不止佮伊共款无放弃。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慢慢互厝内人会当谅解。即马茶园唔若摕到有机认证，嘛互百年茶庄会当有一条全新的路。 窗台声真好听，土地养分滋养百年的茶园。23号到时阵就把你帮我倒井。啊？台23，然后去背后等下个倒井。10年前，第4代尤正福改变茶园一代一代传落来 DNA， 放弃普通的农法，正做宜兰县唯一一个摕到有机认证的茶园。不过拄开始的时阵，煞嫌啊闹架差价垃圾。 我一开始不接受，假如说没有喷农药是1公顷的话，假如说是100公斤的，不喷农药，你喷农药的话大概300公斤。旧的观念要有创新，不过茶园的老主人却真烦恼，因为这不但影响产量，更是价压价。一开始的话，真的有点反对啊，因为他做有机的，我们工作会特别多。 要除草啊！看爸母拢是反对的立场，尤正福为着坚持有机，拼死查资料，拜访专业团体，尾啊找到草爱克星，才互品质稳定，甲好茶种出来。农村出身，厝内世代拢咧种茶，不过尤正福总是会当拍破传统农法的限制，也是甲旧的方法用来做新的代志。头壳来创意，原来拢是伊过去食头路的经验。最主要是兴趣使然，因为你今天没有兴趣，我以前是做研发相关的，是电子研发相关，所以我们对一些东西，我们很想要去突破它。家己亲手种茶做茶，对泡出来茶香后温，所有的程序拢有真悬的标准。由原液到后生，搁捌几6届伫全国茶味比赛内底占着头坎。毋过看后生当来种茶遮尔辛苦，尤爸爸心内也是感觉就唔甘的。辛苦。怎么说？因为做茶的话，你到晚上人家在睡觉，你不能睡觉。做茶，你从采收回来到你采收到成果。 都没有时间做多多都没有休息，促使他那个做科技业不要做茶。我会在思考，就是说，赚钱是一件事情，因为赚钱我在工作哪赚钱，可是你除了赚钱以外，我的人生还有想要做什么东西。囡仔回来故乡接厝内事业，爸仔囝看起来无啥强势，不过尤正福用伊的行动，慢慢让爸爸看到伊的决心。其实这个年代是东西吃容易吃得饱，但吃好很难。 那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一些好的东西来面对消费者，而不要去做一些量制的东西？喷农药都反而伤我们自己，之后卖的因为量而伤到自己，又伤到消费者。对安心茶这饮，唔那是因为一个工程师开发的精神，一个是甲家族百年茶历史打起来传人，靠打拼甲决心，佮一个互百名老茶庄的名声传出去，找到新的未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